我今次參加呢個京昆遊學團咧，我真係覺得好充實，我學到好多嘢，學到好多關於聲音啦、打擊樂啦、形體同埋一啲可能道具嘅嘢。好感恩呢個遊學團，真係長知識。我哋真係有一種凝結嘅力量，慢慢建立到啦。更加精彩嘅一個項目就係可以睇到老師嘅彩排啦。咁鄧老師嘅彩排非常之精彩，有機會嚟到煙台京劇院呢一度，可以用佢哋嘅排練室嚟到練習。咁化妝工作坊本身都係個人比較感興趣嘅工作坊嚟嘅，多得呢個老師咁精湛嘅化妝技巧啦，同埋即係同學嘅配合。大家唔好以為化妝真係化妝咁簡單，戲曲嘅化妝其實係幾辛苦嘅一個過程嚟嘅，尤其是係男仔冇化開妝咧，你要忍受顏料好厚搭喺你塊面度，然之後你要忍受化妝筆喺你個眼度描嚟描去，你可能會狂飆眼水、狂眨眼。最難受係從來冇經歷過包頭呢頭嘅感覺，見到原來男仔都可以化得咁靚啦，而且都可以體驗呢個花旦妝。打擊樂嘅老師咧，佢人就好好嘅。我望住佢嘅眼神，我就可以知道我個節奏咧係啱定係錯嘅，俾我一個好好嘅參與體驗。我更加中意關於聲樂嘅呢邊課程，即係教唱腔嘅。鄭文老師教得好好啦，譬如啲咬字啊，或者係啲音調啊咁樣。老師真係執手相教，咁佢哋都好用心去教我哋咯。阿鄭文老師咧，佢就好仔細着個字嘅讀音，跟住就係點樣唱出嚟，點樣拉出嚟。學到嗰個咬字好清晰，因為昆曲嘅咬字唔係一般嘅咬字嘅，同埋咧，鄭文老師係將嗰個曲詞嗰個情感啊演繹咗出嚟。我哋都係第一次體驗步法啦，咁其實唔容易行嘅，即係每一步都需要好勤力嘅訓練。我自己最中意就係玩關於道具，即係例如玩槍呢一方面嘅。把子嗰啲動作做起嚟真係好有型，從來都冇接觸過嘅範疇。咁咧第一次體驗就好新鮮嘅。咁因為見人哋嗰啲演員喺台上面做啲動作，哇點解可以咁型嘅？咁自己親身試下都發覺好唔容易，不過都好好玩嘅。沒想到同學們都非常厲害，同學們可能對這個靶子更有興趣，因為這個靶子它不是很枯燥，兩個人一起對打比較有意思。然後還有一些棍花、槍花，同學們都很喜歡學這個。當中的年齡有大有小，但是呢，他們都非常的認真，而且很想去吸收我們說的每一句話、每一個要求，就是很可敬、很可配，所以我好喜歡他們。這麼短的時間內學了前面一點點這個小五套，而且同學們全學下來了，所以就很不容易的。咁講到匯報演出啦，我都驚佢哋有現場樂隊嘅時候，佢哋會唔會好大壓力呢？佢哋自己內部會傾，我哋點樣去協調會做得更加好呢？例如邊個同學企邊個位，或者啲咪我哋點樣拎法，可以令到我哋成個效果出到嚟更加好呢？咁同埋佢哋亦都係比較主動啊！啲同學一返到排練室已經開始自己練聲去學習。對同學嚟講係一個學習。但係對我嚟講，亦都係一個挑戰。佢哋團入面嘅氛圍非常之好，而且佢哋上課亦都好認真。覺得喺短短4堂入面嘅唱腔，佢哋可以學得識2首曲，可以喺大家面前彙報，已經非常之了不起啦。大家都係零基礎，我估唔到佢哋可以跟到之餘，甚至連武生嘅嗰個13響，佢哋都可以做到啦。所以我覺得非常非常之 surprise。茶館嘅時候都有睇到鄭文老師嘅身段非常之優美啦，即係佢做女主角嘅時候咧，即係喺舞台上都好光彩耀眼嘅感覺啦。咁佢嘅手勢啦，同埋佢嘅步伐咧，都係好一致性嘅，亦都可以帶出到嗰個角色嘅性格啊，同埋特點等等。最中意都係煙海嘅金沙灘啦，因為嗰啲沙真係好好玩，好好行啦，同埋啲海咧又一望無邊咯，風景又靚。我最中意去嘅就係
海邊。今次見到煙台個海邊真係特別大。我個人喜歡博物館嘅，其實了解到煙台係好有歷史嘅，對中國嚟講係好大嘅影響。我自己對鎖城里嘅印象都幾深刻，因為呢個係我哋第一個去嘅地方啦。咁煙台係一個圍城，避開戰火啦，去保護呢個地方嘅，有好多唔同特色嘅文化嘢可以睇嘅。咁比如話啦，佢有一條街咧，就全部都係一啲非物質文化遺產。去到影相嘅時候咧，我哋大家都發揮咗創意啦，影一啲好搞笑嘅相啦。今次嘅成功必須要多謝鄧老師啦，佢精心策劃咗呢一個活動俾學生，真係可以嚟到煙台同一班專業嘅演員跟佢哋學習，好有一種使命感。當初鄧老師點樣教我嘅，我係點樣喺唱腔班上面跟老師學嘅，不論係個唱腔又好，定還是唱腔班嘅嗰個氛圍、嗰種教學嘅方法，我都係繼續沿襲住鄧老師嘅 style。我係點學嘅，我學到啲乜嘅，我依家就原封不動教翻俾呢一班學生，俾佢哋感受翻同樣嘅氛圍。佢哋好努力學習，我也很受感動吧。針對他們而言，已經是完美的了。對於啲同學真係好 luxury 嘅一個享受啦。所以我係好開心有機會嚟。呢一股凝結嘅力量，一個團隊可以越嚟越壯大。其實佢背後嗰種磨練、嗰種努力，就好似我後邊嗰幾句説話。